各位香港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清遠跨境置業顧問小張，今日帶大家 VR 睇樓嘅呢套房，絕對係港人北上置業嘅筍盤之選，坐落清遠北江明悅小區，河畔步道散步即達，總價僅46萬港幣，958車精裝3房單位，首付7萬，月供1600，輕鬆上車，業主急售空間大。即刻同我沉浸式解鎖呢個北江畔生活圈。呢個就係戶型圖啦，房間係有3個嘅，洗手間一個廚房，2個陽台。往返香港超便利，小區開車10分鐘，直達清遠港澳快閃巴士站，一程車返港，雙軌交匯，25分鐘車程覆蓋清遠高鐵站，直通西九龍。金青城軌青城站40分鐘到廣州白雲，大灣區開城生活無壓力，高速隨心行，去陰汕站高速入口15分鐘上橋，自駕去廣州機場僅1小時，週末返港探親話咁易。大門側邊就是廚房，76車後型廚房，操作台、抽油煙機、消毒櫃齊備。有明窗，採光通風冇問題，煮餸唔使擔心油煙。樓下就係肉菜市場，日日食材新鮮直達。睇完廚房，我哋睇下3個房間，同一個洗手間。公衛48尺加小露台，22車敦致明窗鏡櫃加外推露台，晾3種花兩不誤。仲自帶通風對流位。如果不喜歡敦致，可以改翻座廁。醫療3甲中醫院加省府有5分鐘車程，港人最安心。消費樓下商鋪林立，行去大印發10分鐘，萬達城市廣場15分鐘，完全唔輸香港便利度。休閒步行8分鐘到飛來湖濕地公園，週末去筆架山吸氧。古龍峽漂流都係20分鐘車程，仲有地道農莊雞煲、北江河鮮等緊你。這個就是主人房，主人房146尺，贈送一個不計房產淨面積的飄窗，衣櫃為已預留，可以放1.8米大床，主角位可加設梳妝台，私密性滿分。睇完主人房，我哋睇下客飯廳。客廳加餐廳303車，進門即見廳堂通透感。客餐廳一體化設計，朝早8點陽光直接灑到飯台。東北向全景陽台50車，晨光灑落飯廳，晚霞映照客廳，配合淺色係精裝，視覺空間翻倍。即買即住，零煩惱。46萬買958車河畔3房係咩概念？單價5100每車，僅香港新界房價1/10，首付7萬等於香港半年租金，月供1600等於每日53蚊，養車都不止。急售彩蛋，業主願談價，隨時再減2到3萬。兒童房105車加多功能房。71尺，呢個成長型空間夠晒心思。BB 房連接獨立工作室，可隨時變身為玩具房、書房或長輩房。儲物櫃易做好分區，香港家庭最啱嘅彈性設計。呢個價連租都抵過，假設月租4000，回報率超6%。自住享受河畔慢生活，投資坐等陰清融合升值，即刻私信我約線下睇樓，頭3名簽約客戶送黃騰峽漂流門票。清遠香港雙城生活，由北江明悅開始。好啦，今期嘅視頻我哋睇完啦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視頻下方評論區聯繫我，有我的 WhatsApp， 有我的聯繫方式，鎖匙在手，隨時看房。我哋下期再見。